你们大家没把客栈飞面话汉语名字都是我们客栈飞面话。选了。为主宁波教500买宁波教的话做宁波做年年天空。好消息这里没播多教我们多教练母鸡面里面到我的面都年cái này盘布面年盘布面年面年把宁波干没播多教你母亲忙面都念个奶盘布面年没播多教练母亲面你们这些带路的盲人都念个奶盘布面年你们念就是提东西，就是你们提的东西呢，就是怕让别人提着吧，盘就是给别人盘本盘东西盘给别个，我这东西不要了盘给他，这就是方言盘是 dialect 盘。微博多教练母亲面都年个奶盘布面年，把东西盘给别个他，我不要了，盘给他盘就是这个盘。要做就像一只风筝，飘落遥远的泰国地，兄弟天涯两分离，何时才能再相聚？啦啦啦啦啦啦，要做兄弟在何方？家乡亲人在盼望。啦啦啦啦啦。